有犯罪集团涉嫌走私保育动物来台湾转卖，甲动物饲爱困药啊，绑伫咧人的身躯顶。一年来走私超过500只，有几名嫌犯拢依法起诉。若警方后一步又要追查这寡动物是卖互啥人？大庭警力动员，会同环境稽查，现场是垃圾日落膏，贴起来的笼仔内底有各种罕见的野生动物。这个小孩子很少。对。伫笼仔内底活跳跳的有2只罕见的保育动物普通羊、鹰狗、大耳狐。现场阁发现懒狗的身影，列做第1支特别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，拢互违法的集团走私来台湾，当咧找买主。此集团自境外以人体夹带活体动物的方式走私入境，将相关嫌犯以涉嫌违反组织犯罪、野生动物保育法等罪嫌起诉。靠饲爱困药啊，互野生动物分气，结果绑伫身躯，对泰国走私转来台湾转卖。即个伫海关互人发现，专案才因安尼来出破。当中查到乌龟粪齿、印度香菇、甲青豆丁等等，经过警方亲自侦办，佮对嫌犯的徛家找到保育动物。不过警方调查讲，违法的集团对去年2月开始，大约1年的时间，已经成功走私超过500多只动物入境，部分已经进入市面。大部分像这种一定是相对高单价的物种，大部分都是在饲养过程中没顾好就死掉了。很难说我养到我不想养弃养，国内现在都不可以养，这些都不能养，这个是只有在动物园里面有申请的才可以饲养。专家分析讲，包含懒狗、普通羊是真歹饲，尤其无得到政府的同意，也明文禁止饲养保育动物，若是违规是一定会受罚。互掠的犯罪集团成员已经获起诉，警方后一步也要追查动物的流向，来理清买主的身份甲买的动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